因为感受淡市天高的疫情威胁，偏乡的生意教育师资不足，以及为了协助弱势学生的急难救助，开基用共28号总共捐出290万，分别由教育局长陈新辉甲市长吴伟霆代表收证，希望政府甲民间协力，展现爱甲关怀。咱的服务员遮尔快。你若讲靠咱所有或者市政单位啦，像毋捌拄着这个面积遮尔大，要来处理遮济工课，所以毋是讲市长头壳摸咧烧的，即各区的区长啦，即有人遐为着咱的后代甲咱市民的安全啦，即需要咱大家和即个所有的周遭的人知影讲，即个登革热的第2级、第3级会相当迄个危险。总共捐助290万元，其中100万元作为防疫基金，另外190万元作为教育以及双语教育，还有偏乡学童的急难救助的基金。这个对我们台南市有莫大的帮助，非常非常感谢。之前在 COVID-19 的防疫的部分，开基皇宫捐了500万来这个帮忙防疫，这些凡此种种，市民都记在心里。非常感谢开基皇宫能够来自十方的善款，能够用在十方的需求。关键典礼虽然短短10几分钟，不过开基用功将信众奉献化为大爱心，却是久久长长。但新闻赶及彩虹报道。